机关黄昭庭涉嫌诈领助理费利息计划50万，开案上诉了后，最高法院驳回依次原判。台湾纸票在改版，今日开始到2月13日，去中央银行网站投票，拢总有12个主题，一个人投一届，上济会当投5个主题。民众党团提出家己的国防预算版本，国防部表示强行煞袂行，也那民进党团是希望2个版本拢会当互为新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7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昭庭，伊是来涉嫌诈领助理费1400多万。高雄地方法院一审是甲判2档，缓刑5档，褫夺公权3档，而且行政罚金是150万。即马检方提起上诉，后来伫2审宣判，除了这行政罚金是加罚50万以外，其他的拢依次原判，专案要通上诉。那我们明年2000亿的预算，我们的资本们居然还比22%还低呀！徛伫议会大声质询市长，这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昭庭去年12月初3最后一摆总质询。黄昭庭涉嫌诈领助理费1455万，因为伫法定行政犯罪，而且犯罪所得拢交回来。去年法院一审判徒刑2年，缓刑5年，褫夺公权3年，行政罚金150万，共有240点钟的劳动服务。检方认为刑责伤轻，提起上诉。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72审宣判，除了行政罚金加50万，以及增加7场法治教育以外，其他拢维持1审的刑度。针对2审的判决，黄昭庭本人无接电话。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高雄高分院宣判认为，因为黄昭庭伫辩论中搁一摆新认犯案，所以2审维持原判，敢若调整缓刑的附带条件。因为后个月国民党就要进行市议员的党内初选，外界也真好奇黄昭庭的参选资格是毋是有受到影响。有党内人士私底下表示，虽然黄昭庭有妨判褫夺公权3年，不过伫咧也未定罪进程，拢是无罪推断，参选资格未受到影响。而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也做出回应。针对黄昭庭议员2审判决结果，高雄市党部尊重判决结果，后续将依照党内相关规定办理。因为黄昭庭犯的是贪污治罪条例，虽然2审判缓刑唔免关，不过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只要定案就会予改质。若是判决伫咧今年定案，落尾黄昭庭嘛因为褫夺公权，无法度参选争取连任。记者柯家柱、柯超勇、高雄场报道。咱看这诈骗有影是掠袂离，即马为着要来预防这诈骗的车手，民众若准领钱，就爱甲帽仔、甲喙暗拢甲摕落来啊！台南市政府甲银行是来合作，伫咧诈骗集团定定出现的这个 ATM 是来设 AI 的系统，拢总有70台。若准这5关拢砍掉咧，安尼画面就会随跳出警示，而且佫会甲警方连线主动犯罪。民众伫 ATM 头前，若要领钱，爱个只先甲帽仔、喙暗这款会炸着面的物件，拢先摕落来。因为这台新型 AI 防诈骗 ATM， 本来侦测到面有炸着，就随跳出警示提醒。若过用一段时间无解除，警铃就响起来，兼通报警方。银行后一波就伫台南设70台，目前优先设伫诈骗集团定出现的所在。如果没有露出全脸的话，这个就会有相对的指引跟这个警示音。可以增加车手提款的难度，也降低车手这个得逞的这个成功率。这回结合 AI 影像辨识甲语音提醒，招害民众哪像是互本身伫 ATM 机会汇款，就会随跳出警示。银行业者嘛讲，这套系统目前伫全台已经超过500台。那台南市正式步参警方建立自动通报机制，通伫第一时间会当掌握状况。车手如果是有一个人多卡的这种交易行为，甚至是在不应该的时间，根据这个持卡人他过去的交易记录里面，我们也会侦测出来。我想在都是需要延缓诈骗车手在提领的方便性。不论警方会也是台南地检署，拢认为这科技防诈骗的应用，唔来当加一种警告的机制，未来嘛通成做约车手行踪的重要依据。民众嘛真认同，这样比较安全，这样子对账户也比较自己的账户也比较有信心。市府讲，台南的车手的量是6都第一，试办防诈骗 ATM 了后，车手领钱的件数嘛，凭去年同期上无减6成。现此时，这个新型 ATM 若是掠车手的点，嘛是阻挡诈骗的风线。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来看最近这网络呢是有一段 AI 做出来的影片，有一个查某学生呢讲家己是建中的，而且佫画两岸统一。有专家是来提示讲，这中国的手段呢，就是要利用对大众较会当吸收的这个文化，譬如讲倒位物件好食，也是讲好佚佗等等的方式来甲大家洗脑，对台湾进行统战。 我们是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的学生，台湾是中国的，我们都是一家人。这几个唔知影穿倒一间制服的查某学生，刷在影片内底讲因是建中的，甚至大声喊希望两岸统一。这段猥亵风书流出来的 AI 形成影像，在各大平台流传。虽然真明显连查甫学校都唔知影，有民众认为一看就知影是假，不过嘛是烦恼有人会去互骗去。 刘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表示，小红书内底有各种错误假的信息，会去有政府封锁，绝对有原因。这个应该是 AI 吧，背景的那种感觉没有很合。分辨不出来，可能就要接触一下，有没有那个事实查核的一些网站这样。希望我们台湾省省长赖清德能够在2026让我们回归祖国。即马各种 AI 形成的影片愈来愈多。 有的模拟台湾的腔口，甚至愈来愈自然。根据媒体分析机构 NewsGuard 因上新的研究显示，就连 AI 系统本身，恐惊嘛真恶辨识这的影片敢是伪造的。团队以 Sora AI 做影片，加做测试的素材，甲浮水印抬掉了后，用3种较常用的开讲机器人来判断。其中 Grok 有要95%的影片无法度辨识 ，ChatGPT 的错误率嘛有到92.5%，最慢来表现相对有较好，不过也是有78%是唔对的。 专家提醒，中国的手路为民众较会接受的文化、旅游、食食等等的信息，到后来可能透过演算法闪开平台的阻挡，对台湾进行统战或者是认知的作战。美国他们在或欧洲他们在成人教育上面，或老人教育、退伍军人教育等等，事实上都有把识读教育把它放在里头。然后再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做一些影像上面的过滤或者是提醒？那另外一块我觉得比较担心的是，很多人事实上把 类似这样看影片，它不是用看的，它是用听的。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讲，民众会当注意 AI 形成的标注，用图来找图，也有影片情景合理性这3种方式初步来检查。不过专家认为讲，除了影像，伪造声音要安怎来防范，恐惊是受落来爱面临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 这倒粪扫也有通倒甲安尼原价相拍。伫中华的电中呢，是有民众这粪扫弹刷徛伫路边的时阵，结果对面的厝边煞熊熊走来甲木落，互伊的面着伤。警方调查发现讲，其实双方呢本地就看对方袂爽啊。这个先动手的姓赖的民众呢，是有啉烧酒，目前专案当咧侦办。 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驶到位，这位民众看都无看，先甲回收物拼去车顶，险险啊等着清洁队员，刷落来惊向对面的民众，一群就安尼木落去，双方爆发冲突，清洁队员嘛惊一条。就正常收运时候，突然就是有民众把那个回收物就直接丢上来，那幸好我们的队员就反应还可以。 只丢到冒烟，也没有造成我们队员受伤，只是有一点小惊吓这样子。是喝醉了，就在这边咆哮，就骂三字经。我儿子丢垃圾，他又来打我老婆，他们2个都有去报案。这站弹粪扫所发生冤家相拍事故，就发生在中华电中的8日下晡。经过警方调查，这2户厝边原本就有宿怨，轰拍是姓黄的查甫人甲姓刘的妇人人，嫌犯是姓赖的查甫人，大约60岁，有啉烧酒，疑似一时情绪无稳定，才来动手拍人。经查，双方是邻居，并有前戏。其中范显因酒后突然动手伤害邻居，造成男子及其母亲脸部红肿挫伤。本案本分局已受理侦办中。警方呼吁，暴力无法解决问题，并会涉及刑法相关罪责。警方表示，双方互相提告伤害罪，目前正在受理侦办。警方嘛呼吁厝边头尾闹纠纷，应该爱保持理性，找调解委员会协助，目的无法度解决问题，更有可能会有刑法相关的罪责。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 咱来看，这嘉义市是有一个查甫人，互警察甲抓落来问身份，不过伊煞讲白贼，而且呢，佫随驶车要走。警方是沿路落尾，总算是顺利包围车辆抓人。原来这个查甫人就是同一犯，目前已经依法改侦办。警察甲车窗讲破，本来主动驶车的驾驶过来逃走。嘉义市26日下晡，伫市区发生警察驶车追捕同一犯的事件。原本逃走的车辆，伫嘉义市的博爱路桥，搁一摆互警方来包围。
为着惊会造成公共威胁，警方使用强制手段当场把人抓起来。拦检过程当中，该男子能企图加速逃逸，那为防止危害公共安全以及用路人的安全，那现场员警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来破窗来制止。警方表示，赛车的人一开始互砸落的时阵，有假意来配合报假的身份资料。警员要详细确认的时阵，伊就向赛车逃走。经过警方详细规划包围的路线，成功把人来抓到。勘查过程中，驾驶林姓男子所报的身份跟实际的资料不符。那员警进一步查证的时候，该名男子突然驾车逃逸，那员警就立即通报并展开拦截围捕。经过警方的调查，这名驾驶可能进前因为涉足赛车，也是有窃盗赛车的行为，所以去互婚姻地检署来发布是袂当安全驾驶的通缉犯。这名男子除了原本的通缉案件以外，即卖佫增加妨害公务的罪，专案依法改送归案侦办。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新气象来看，这中央银行呢是来宣布纸票要改版的多样，嘛开放予民众来参加。今仔日开始呢，是会当去到中央银行的网站来投票，拢总有12个主题，一直到2月13，一个人是会当投一届，上侪是会当投5个主题。即马100块顶面是国父孙中山，500块是台湾体育，1000块是国民教育。未来纸票顶面的图想要啥物款？民众会当家己做主。中央银行对去年10月开始启动纸票改版，为着要提升民众的认同感，开放民众投票，会当伫中央银行的网站顶投，总共有12个主题。对今年的1月24开始投票到2月13。那投票人的资格，只要你有这个 email address 就可以了。只要你通过验证，都可以参加投票。每个电子邮件只可以投1次，你投第2次，它就自动会挡下来。中央银行表示，投票进程会先经过验证，每一个人限制投票一届上侪会当投5个主题。中央银行也强调，对100块到2000块，总共有5种新台票的纸票拢会改版。另外，过年日要到啊，换新钱包红包，讨一个好吉兆。中央银行也公布今年换新纸票的时间。对2月初9至2月13，全台湾有8个金融机构，包括银行邮局，总共455间通好换，也有设专门换新钱的柜台。等很久，有排很久，有的可以排到20-30分钟嘞。但是看每个银行不一样，有的银行它会很好，它会有引导你，然后发牌子给你。中央银行也鼓励民众会当用数位的红包来传达心意，会当用汇款的方式。唔但会当避免人客人，也会当表达心意，阁会当做环保。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再来看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呢，这场因为移民问题引起的警民冲突，即马已经变作是大规模的抗争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是特别打电话给州长，另外一方面呢，也来派这做代志家乡的边境的总管去到当地，希望这场动乱会当赶紧收煞。面对明尼苏达州愈来愈紧张的警民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拜一伫社群表示，伊已经甲民主党籍州长华兹通过电话，过程真顺遂，双方拢希望代志会当赶紧收煞。It is President Trump's hope and wish and demand for the resistance and chaos to end today. That's why President Trump spoke with Governor Walz directly this morning, and he has outlined a clear and simple path to restoring law and order in Minnesota. 不过，在强调合作的同时，川普也宣布会派有边境刷红名号的货曼去到民主坐镇，直接甲伊汇报现场的状况。展现联邦政府绝对袂退让的执法决心。货曼过去强硬风格，互人真有印象，伊捌公开批评外界对大规模掠人行动的积极，认为逐工掠几千人是为着弥补拜登政府留落来问题。And for those that say 3,000 a day is too much, I want to remind them, do the math. We'd have to arrest 7,000. Every single day for the remainder of this administration, just to catch the ones Biden released the nation. 白宫发言人已经明确表示，霍曼这抓会专权管理当地移民执法行动，继续掠非法移民，而且调查福利诈欺案。联邦政府的行为唔但互民众真生气，连共和党都看袂落。原底要选明尼苏达州长的共和党参选人马德尔，拜一雄雄宣布退选，理由是反对共和党的全国政策方向。But today, I announced the end of my campaign. I have two primary reasons for this decision.
Number one, I cannot support the National Republican's stated retribution on the citizens of our state, nor can I count myself a member of a party that would do so. 伊批评即卖的执法行动已经超过维护公共安全的范围，甚至互有色人种惊吓过日子。这种无差别的手段毋但危险，更加互伊无通继续认同家己的党。除了街仔头抗争，冲突也拖去到法庭。明州检察总长紧急甲法院申请禁制令，想要阻挡加派3000个 ICE 人员进驻。毋过法院态度真保留，也未做出裁决。对着霍曼要到位，这场联邦甲地方的法律战甲政治风波，恐惊才当要开始。是新闻，陈伟林郑建公平译。伫菲律宾南部一个城市的这市长呢，竟然伫个街仔头互人家攻击，加在伊坐车是有轰动的功能，人是平安无代志。沙里夫阿瓜克这个城市的市长阿克马呢，伫个返去厝的这个半途中，互人家攻击。伊本人虽然讲是无安怎，也毋过2个保镖呢是有受到影响的。后来这警方呢是直接开枪甲嫌犯弹死，而且呢这已经是阿克马市长6冬来第4届互人家攻击啊。咱的外交部也针对着当地来发布第3级伽马式的警示，建议台湾人莫去遐。另外，要来关心的是，欧洲10个国家的领袖呢，是伫个德国来参加北海能源峰会。各国是来承诺会拍拼来发展北海离岸的这个风电，而且呢，会甲北海变作是全球上大的氢气能源的这个大重点，要来强化欧洲能源韧性甲供应安全。上定绿色能源的插头一个拉一个接起哩。欧洲各国领袖伫德国汉堡参加北海能源峰会，并由各能源部长代表签署汉堡宣言，誓言要将北海打造做欧洲上大的清洁能源枢纽。这嘛是欧盟和俄罗斯的明确信号。No more will we let you weaponize energy against us. No more will we let you blackmail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o more will we help indirectly fund the war in Ukraine. We've decided to finally end our imports of Russian energy. Wir haben uns ambitionierte Ziele gesetzt. Bis 2050 wollen wir insgesamt bis zu 100 Gigawatt Windenergie in der Nordsee durch grenzüberschreitende Offshore-Projekte ausbauen. 汉堡宣言应允要推设下境海上电网的整合，透过下国家的电力互联系统，直接连接到2个以上的国家。未来迈将风电转做氢能、储存并运输，以供应钢铁、化工等真二减碳的产业使用。公布发表的，还有德国甲丹麦之间的普温核武能源岛双边合作协议。It is not only about the Kingdom of Denmark. What is going on is about more fundamentally European issues and values. It's about our democratic principles, it's about our integrity, and it is about who we are. 欧盟同齐发展自有的清洁能源，不过日前伫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川普则批评欧洲风力发电的政策错误。伊嘛划停价值62亿美金的罗德岛离岸风力发电厂，真明显西欧甲北欧政府伫能源政策上已经甲川普行无共路，因将风力发电看作增加区域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伫北海能源峰会的同一天，德国总理梅尼兹嘛带领挪威、比利时甲荷兰领袖上落定伫汉堡港的破冰船，那像要表示德国甲北海邻国有自我防卫甲能源掌握的能力，嘛像是要对川普威胁要核计能源的一种间接表态。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继续倒来看咱国内这屏东县呢，即马是当咧种植第1期的稻仔，也毋过有部分这种植的基区呢，拢无洗清气道来使用啊，所以规条路是拢土埋甲土沙。环保局最近是加强稽查，提醒若准无洗清气道上路，安尼就上当是会罚到6000块。铁链车驶伫路中，哪行土哪落，大路顶拢土沙。屏东县正当种植翻田的时间，种植机具接伫路林出入。毋过，袂少铁链车作业了后，然后有大量的土沙无清洗，就直接驶上路，造成路顶垃圾拥压，毋但影响环境，嘛有可能互用路人处道发生交通事故。环保局已经伫万丹新塘掠到超过100件，希望咱农民千万毋通破坏咱的环境，嘛毋通变成害人受伤的凶手。
环保局表示，今年到1月2日，有接到12件民众陈情案件，政策机构甲道路用垃圾算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若查到相关会当罚新台币6000块。另外，政策机构若要驶伫一般道路，一定要挂车牌，而且遵守交通规矩，违反会当开罚3600到30000的罚金。咱农民若放长了后，一定要甲肥料也是其他的机械洗好清气，哪会使驶起来道路？若无土粉搭伫路面，迄是违法的，上济会罚6000块。目前屏东县算是第一期稻仔种植时节，这几年环保局有安排向农民和种植业者相关单位宣导，佮实际示范清洗的流程，希望农民伫追求作业效率的同时，嘛会使守护环境。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这保护环境的确是需要大家做伙来拍拼。来看这标了后龙外埔渔港北边的这个大牌呢，是有民众发现200多只的死鸡仔，互人拼伫咧遐。农业处是随派人来化验，对发现的地点开始算这3公里内的这个区域，全部拢要加强消毒，也来追查死鸡仔的来源。伫咧大屁屁的排水沟仔内底有真侪鸡仔的尸体，了了后龙外埔渔港北边王爷宫的大排水沟。2日有民众通报发现大量鸡仔的尸体，离出海口敢若差不多50公尺。民众烦恼是破病鸡仔再来遮，拍算要放水流，影响环境的卫生。对人的身体拢总唔好的，希望政府看会当掠出这凶手的。这应该是在那个点，应该是转角那个地方那个点倒的，因为这个地方都不方便，就是那边倒。然后昨天大潮吧，大潮的话就水就冲到。我们这边本来就可以冲到那边去的。当地里长推估，可能是有人载鸡仔的尸体，为保环边的车路驶来到王爷宫大排水沟，挖出海口挖角的所在倒的。想袂到拄着电流，这鸡仔的尸体怎对海水，搁跃入排水沟啊！苗栗县农业处接到通报，随甲环保局也有警方到现场，若采检化验要来理清这鸡仔死亡的原因，嘛会展开消毒。目前还在调查是不是有附近的民众或是外县市的丢弃，那我们会再针对发生地点做那个半径3公里的加强巡视、访视，还有消毒。苗栗县动物保护防疫所讲，现场清点了后，拢总有200多只鸡仔的尸体，3公里的范围拢会扩大消毒，尸体后续会送化制厂来销毁。破病死去的鸡仔、鸭也是鸟啊等等，若是乌白弹条，会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法罚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发展观光条例呢，去年4月时阵就修正实施啊，这采罚的金额上济是有到100万。宜兰县政府最近是针对5个一间非法的民宿来开出一张100万的罚单，而且佮加勒令停业。其他的业者多数呢是表示认同的，希望安尼做是有通解决非法旅宿的问题。这是宜兰的民宿，现在发现有人半暝咧唱歌，或者是游客放炮放煞了后，四界拢是粪扫等等的问题，互附近的民众是真困扰，应该好好来管理。尤其是一寡无合法登记的旅宿愈来愈多，嘛引起合法的业者因的不满。去年的7月，我们又发现，在五节乡的一家民宿啊，它的违法经营的房间间数啊，超过15间，达到了18间。所以我们在去年的12月也开出了全县第一张最高额度100万的罚单了。发展观光条例去年4月份修正实施，大幅度提升非法旅宿业采罚的金额，上悬有到100万。县府最近针对5家一间非法的旅宿，开出县内头一张100万的罚单，而且下令停业。因为这间民宿违法经营18间客房，而且无领民宿登记证，不过当事业者已经提起诉愿。根据县府的统计，宜兰县最近这几年非法旅宿采罚的数量甲金额逐年咧增加，尤其是2023年增加客栈的卡手了后，规个年度采罚的金额头一届超过1000万。去年因为下半年采罚的金额上限有加悬，采罚的件数甲总金额各一届超过新悬，有甲169件，金额是1230万。觉得比较期待是政府能够就是非法要取缔，那当然最正向的是能够辅导啦。所以说，其实我们隐藏性的没牌的，对于我们的外县市的或者全世界各地的旅客哦，是有不安全感。县内合法的旅宿业者对县府甲非法的旅宿同堂采罚，大部分拢乐观其成，希望会当减少县内非法旅宿的数量，互游客耍了较安心。县府呼吁
原来所有理属的业者应该了解嘛，确实遵守修正了后的法规，嘛爱家己检查营运感受合法，千万唔通叫扣扣。记者综合报道。精神健康基金会是来选出社会10大新闻事件，这当中呢包括着张文无差别随机攻击等等。精神科医师是指出讲，这个事件呢，唔但是影响着民众的心理健康，而且嘛显示这台湾精神健康的丰富，还阁有需要检讨甲补强的空间。过去一年，台湾发生袂少社会悲剧。去年底台北济瘟攻击事件，也互社会真惊吓。精神健康基金会票选出2025年社会10大新闻事件。前5名的新闻，第一就是张文无差别随机攻击，第二就是花莲邦山湖土仔超人展现台湾沦陷，过来就是青少年行底路9年增加2倍，一口罩5人受诈骗行底路，假拍时大暴力通报冲破4千件等等，大部分是公共事件更加影响民众的心理健康。社会呢是否过度强调成功？张文的行为，它不能视为被逼上绝路，也不是一个合理化。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个人如果长期感受不到被需要，极端暴力就可能这样子形成。囡仔对父母不满，就拍父母，听起来真严重。医生指出，其实这个加害人当中有67%是有精神障碍相关疾病，显示离校暴力无得到完善的医疗帮助。另外有3%无精神障碍，也会当观察到手机流行的时代，会造成囡仔和父母之间价值观的冲突。卫星手机流行的时代，我们大众要清楚的了解，这一代儿童青少年正受到严重的社交剥夺，影响功课的效率和人际互动的效率。若台中一口罩受诈骗行底路，和青少年受违规的人数增加2倍的新闻，医生建议推动社会防护网，伫咧生活中找3至5个会当讲话对象，心事若无讲出来，会有满腹的苦楚无地扛。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这场轰动社会姓刘的年幼姐妹涉嫌甲盗窃外的查甫囡仔开虐待死亡的案件，一审是判这阿姊刘彩萱无期徒刑，小妹刘若琳18档。即马专案伫上诉了后，今仔日互最高法院甲驳回，全部是依期原判。开的外妈是表示讲，希望即届的教训会当互社会更较重视理小的权益。听到判决，大家互相揽做伙。到现场的护理团体继续声援开案件，27二审宣判，涉嫌虐待的年幼姊妹仔上诉被驳回，大姊刘彩萱也是无期徒刑，小妹刘若琳维持18年，也阁会当上诉。原审法院并没有偏见预断或者偏颇不公的情形，原审判决也没有违误或不当。无听判的年幼姊妹仔，2023年受人拜托照顾一个查甫囡仔凯，所涉嫌长期虐待，凯规身躯有40几个所在受伤，尾也不幸死亡。虽然2审规定刘彩萱有行入会室内，但过合议庭认为1审有国民法官共同审理，判决无有色的偏见，所以维持原判。外婆的部分，那他希望透过律师这边跟大家说明，他很抱歉，他还是没有办法到场，因为他心里还是没有办法放下，那只希望司法能够还给弟弟一个公道，把2人绳之以法。那他表示这是他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带着亏欠跟赎罪的心态在度日。被害家属的律师讲到凯外妈的心声，讲伊心内真后悔、真唔甘，希望这件代志会当互社会更加重视理小。若说落来要求赔偿，外妈是无提过伊资格。犯罪被害补偿金是由凯的生母申请，但阁互北检驳回，因为认定伊无尽到做老母的责任。我想今天这个结果虽然不是最完美的，但已经是我们最不愧对凯的结果了。这过程当中，哭过、气过，觉得愤慨，所以每一个人依然坚持站在这里。对判决的结果，刘彩萱的委任律师讲，等收到判决书了，再看是毋是要上诉。不过涉案的年幼姊妹仔，若是犯开的案件，也另外涉嫌着虐待其他的2个囡仔，还阁伫咧台北第2审理。因若同款伫咧开案件被另案起诉的立法联名4单的志刚，被指控无现情监督方式，会伫2号继续开庭审理。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个2003年做出这高雄吕建雄命案的罪犯欧阳勇，伫个2011年的时阵，确定是判死刑。高雄看守所是证实讲，伊最近呢因为身体无爽快，戒予就医。也毋过伫个就医期间呢，这病情是愈来愈严重，1月25已经过身去啊。从白衫行入法庭，2018年已经向判死刑定案的欧阳勇创全台首例以死囚身份出庭作证。伊2003年犯下高雄吕建雄命案，2011年死刑定案了后，就收容伫高雄看守所。70岁欧阳勇因为身体无爽快，戒予就医了后来过往。死者本身有糖尿病病史，未按时服药，并无明显外伤。检察官相验后认定死因为糖尿病酮酸中毒、上肠胃道出血，并急性肾衰竭死亡。检察官判断欧阳勇是因为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病逝。根据了解，欧阳勇伫看守所表现平稳。伊伫2011年获最高法院经6审判处死刑定案。伊坐界法冤枉无杀人，这期法院以不详方法杀人量刑。伊嘛因为安尼，伫最近变做死刑实现申请人之一。固定都会排心理师去跟他们辅导，但是他是不是会有医院跟我们讲，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我们机关对于他坚持的部分，我们也只能表尊重啊。欧阳勇病逝了后，台湾目前还有35名死囚，拢有申请死刑实现。因为宪法法庭伫2024年9月宣判为死刑规定违宪，为此检察总长也伫去年10月为犯下共人绑票杀害的案件死囚黄春琪甲陈义良2人提出非常上诉，以规定伫定时终结进程，法务部不得执行死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就业保险法施行到今呢，已经要24档啊。劳工若准是互人洗头路的，安尼是有通称这失业给付。也毋过劳工团体煞认为，讲目前这标准呢，也有给付的流程，甚至是制度等等的设计，其实也有真侪需要改善的所在。所以提出6大改革主张，希望会当加做是政府修法的参考。台湾就业保险法自2003年施行到今已经要24年，劳工若准毋是自愿失业的，通称失业给付来维持生活。去年12月，劳动部有讲修法，包括取消65岁投保年岁限制、扩大加保年岁，甲有缩短青年失业给付等待期等等。劳团虽然肯定修法，不过因认为目前投保薪资无通反映劳工实际薪资。除了失业给付爱有关加强生活保障，嘛爱定出就业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来改善制度。保险里头规定到的，它还是依照它的投保薪资的60%去做这个给付的。我们也主张到这个部分应该要从60%拉高到80%。那针对请领的这个时间，我们目前规定到的是整体是6个月，我们也认为说它应该要整体延长到这个9个月。毛民团指出，目前就保法对弱势族群，甲因为工课受伤也是失定的劳工真无优先，因可能因为伤病无法度符合目前失业给付要求的顺职义务2届的规定。民团除了要求绑零找头路的义务，嘛着延长给付期间，甲增加咨询服务来协助就业。针对非自愿离职的要件，因认为劳动部嘛着经过有路的思考来调整。事实上，他的那个自愿离职，它隐含着是一个非自愿的状态啊。职业劳工他可能碰到的困境，可以再去更细致的去讨论哦。它让这个整个就业保险，它事实上是可以去承接因此在导致相关失能的一些职灾劳工的这个失业的风险。劳团甲专家学者针对就保法，拢总是提出6大改革建议，也那劳动部是回应讲会个进一步来研究讨论。所提的修正意见，我们都会在兼顾就保的政策目的，然后财务的可负担性的原则下去通盘研议可行性。这礼拜5已经是立法院这会期最后一届议会，劳团打算后会期进前提出民间的修法版本，嘛指出目前保险基金已经累积1814亿，财务稳定，应当推动改革，希望让制度愈较全。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咱来看这行政院1.05条国防特别条例呢，即马是要搁卡条咧。针对民众党团提出来版本，国防部是表示讲，这民众党的版本呢，恐行煞袂行。也毋过，这民众党立委林国成颠倒是批评这行政院的版本则是有问题。另外，这民进党团呢是希望讲，或者正院的版本甲民众党的版本，拢会当做伙互为来审查。
行政院提出的1.25条各项特别条例，各条伫立法院，民众党团嘛提出公告特别条例，内出包括海马斯多管会计系统等5项采购项目，上限是台票4000亿，采1年1期的方式来编列。但是国防部早起开记者会回应讲，民众党团的版本敢若买装备，无建立配套措施，恐惊是会加歹实行。它都没有列国内配合款，比如海马士，它是必须要盖善保跟车保，这些是没有在里面的。按照这个版本去做，真的确是窒碍难止。国防部强调讲，7大项目若欠一项，那有可能冲击到已经准备要调整的作战计划的执行。国举例讲 ，AI 辅助和45 ISR 系统都是关键项目。若是无这套自动化的机关系统，就算买更较侪武器，嘛是干那会当家己做家己的。佮强调美方军购的法计师是有严格的期限，若是过签署的期限，所有审查的定数拢要定来。你购买什么武器，要明确化，是含糊的。这里面有一部分的钱要做什么，是空白授权。我们对于有党的决策，我们是尊重的。要决定要去支持，我想我们要等到党团大会来去决定之后，我们才能做出一定决策的方案。国防部提出来的版本才是最完整的版本，才是最切合台湾需求的版本。国防部提出来的行政院版本，应该要一定能够一起复委，而且必须要赶快审查了。立法院董事委员会中昼会针对30议会议程来做讨论。民进党团强调讲，未启动民众党团的版本，是希望包括行政院版所有版本，拢会当伫即会期上尾一摆立法议会复议审查，而且伫后一个会期较紧来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即马这美国总统川普呢是要对南韩的汽车等关税要甲扣25%，外界讲这款行为就是互友邦的警告。因若咱在野党呢是讲台美之间这关税谈判的过程呢拢无够透明，就算即马协议完成，要是着爱严格来审议。另外，这民进党团是强调讲，这国际经贸合作这核心就是爱守信用，咱台湾必须爱展现这款的形象。副院长会不会担心台湾跟南韩一样被提高关税？行政院副院长伫咧滚刷头的台美关税谈判，经过要到1年，最近才确定比较日本、韩国15%无个贴加。不过，川普山突然间宣布，因为南韩国会无做到甲美国方面的贸易协议，要甲原本讲好的15%扭转到25%，或者认为是太过架高。川普的这个动作呢，是示警所有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关税优惠协议的国家呢，要尽速的在立法机关或者是说这个行政体系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条件，那避免到时候到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如果关税无效呢，大家都顺势的这个翻脸不认人。伫即马台美对顶关税有签投资合作备忘录，所来等台美贸易协议完成了，会送立法院审议。不过在野党团争议内容拢无清楚，会严格审查。如果国会都是橡皮图章，那就不叫国会了。谈成15%，这一点我们是接受的，这一点要肯定的。但是要投资这么多，有什么配套？投资美国1块钱，投资台湾1块钱，如果做得到，我赞成。都是，卑躬屈膝的，以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在整个关税的谈判过程当中，第一，不透明、不公开，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请教国民党跟民众党是认为这样子的协议不够好吗？是不是应该要多去民间走走，了解到说到底产业面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伫即马川普甲南韩的协议有变化，就惊讲会影响到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民进党团讲，台湾伫国际社会是守信用的国家，希望在野党赶紧支持审定，莫搁拖。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检方去找到一间地下工厂，是查到9吨外的假农药成品、半成品甲原料全部拢有。这涉案的3个人是照违反农药管理法提起公诉，上当时会判7档的徒刑。检调人员来到斗南镇一搭做假农药的地下工厂，当场查到几啊种伪农药成品、半成品、原体甲辅料，边仔阁有非法农药标示、包装材料甲各种生产机械工具，当场全部查扣。该集团自民国112年间起，即由张姓男子在云林县斗南镇某仓库将农药原体调配、制造、分装成
农药成品之后，再运送至云林县虎尾镇某仓库储存，其后由黄姓男子将伪农药放售给不特定农民，借此牟利。云林地检署表示，近期防检署接到民众检举，讲云林地区有小摊的人用加工的方式做假农药来卖。检调追查了后，伫斗南镇查到假农药成品、半成品约9.6公吨。对此，云林县动食物防疫所呼吁农民唔通用来路不明的农药，才袂违法。相关的那个农药用途，它当然是主要就是针对一些蔬果的病虫害在防治部分，但是在台湾是不核准的，它是属于伪农药的。如果经查证，农民是属于知道这是伪劣农药并仍使用的话，依农药管理法可处1万5以上10万以下罚款。云林地检署表示，假农药留伫市面，唔但影响农作物生长甲产量，恐惊会威胁食品安全问题。专案甲张氏查甫等3人以涉嫌违反农药管理法提起公诉，上悬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公视新闻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家人，这场顶礼拜发生的火灾呢，就是因为这厝内底囤大量的杂物，才影响逃生，造成死伤。即马桃园为着要降低这火灾的风险，去年时阵有来通过驻地条例草案，来管理一寡私有的区域囤杂物的问题。上紧今年2月就会开始实施。家人伫顶礼拜是发生一件半暝的大火，因为民众伫厝内踏满有诶无诶，互抢救真困难，造成住户死伤、含烧风源殉职的悲剧。嘛，互大家搁一摆讨论爱囤物件的问题，而且若住户爱囤物件，住伫附近的厝边，除了真烦恼，嘛是真无奈。会不会担心？会啊，前2天彰化社头又是一个垃圾屋啊，就是会火灾啊，会发生火灾，我们会害怕。那像他这个状况，他除了门口之外，其实里面都是啊，1楼到3楼都是堆满的啊。会担心，会怕有危险的火灾这样子话。这变了无偌久，门口的物件都搁塌甲满。通知政府伫2020年，伫一间物件塌满的厝发生火灾了后，要去算全市的亲像这种住户是超过200户，所是透过桃乐租收站做租收买的对换，也是会当甲市民较加值，互大多数的囤积户已经一步一步甲这物件清出来，敢若剩少数持续伫遐囤物件，目前是定期巡查因囤物件的状况，后果若是影响公众会当执行清理，但是大部分是无法度用强制力来介入。他必须要透过跨机关的合作，那以往的问题单纯会以清除然后恢复加容的那个状况来执行，但是复发的可能性也非常的高。考虑到现行规范是对囤物件欠明确的规范，通知去年通过主体囤积行为处理驻地条例草案，今年1月送行政院来核定，上紧2、3月就会当上路实施。违反者上悬罚3000，而且会当达摆处罚。嘛，甲囤积行为的认定、稽查处理和下机关多元协处，拢公布来纳入。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教育部有来试办大专校院清寒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这个计划，针对着一寡在经济状况无好，也毋过表现真优秀的学生，会当互因奖学金，逐个月是有通领8000至1万块。辅助大专弱势甲特殊境遇学生，教育部指出，政府甲大学端当年投入超过200亿推动各项助学措施，为鼓励表现优秀的清寒学生，114学年度开始试办大专校院清寒优秀学生立学奖学金计划，全台共8000名，逐个月8000也是1万块。114年11月至115年7月试办9个月，合计领7.2万块，也是9万块。透过学校的一个资料，然后找出真正经济弱势的学生，那他的学业成绩又是很棒的。学生免申请是学校透过校部研究资料库主动比对经济不利，而且学生成绩为班级排名前30%以内，测行成绩到80分，也是 A- 以上，未受新界也是警告以上处分，同时符合2要件的学生。以市大学为例，我们预设就是80分，我们超训要扣分只会是在校周会没有到，就会多扣1分，优良的表现值都会把它加上去啊。高教署长廖高宪补充，经济不利分 A、B 两组 ，A 组根据学习费减免的成分类别去筛选 ，B 组属弱势助学资格。那学生拄到家庭变故、学业断暂，学校会使优先透过系统找出来。发现这个学生有缺课的状况的时候，
，IR 系统就要适时的来提醒，让导师知道说，这个学生可能有一些状况，然后呢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奖学金的一个协助，然后同时也符合成绩优异的一个状况。教务表示，已经核定各校核配名额甲补助经费，115年1月底进前会由各大专完成审查，得奖学生有机会伫旧历春节进前收到奖学金，嘛会评估试办结果，预计伫115学年度起正式实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20年的屏东顶镇的是伫即个屏东冠冕公园来开幕，不过所有民众是为着要看表演，煞爬起伫这装置艺术顶悬，实在是真危险。大大红色装置艺术顶悬有6-7个人爬起伫板伫遐，这些人拢是为着要看屏东顶节的开幕表演，因为规个冠冕公园人吵，客袂入去，唔有大人，就连囡仔嘛看样学样对咧爬。那看表演，佮拿摕手机出来翕，危险佮无攻击性的做法，好看到的人拢一直害头。会挂着手啊。如果说有告示可能会好一些啦。对。但是这样的行为，你觉得？当然不 OK。毕竟那是装置艺术，就装置用，就是让别人欣赏，毕竟是艺术品，他没有说可以攀爬，所以如果今天攀爬出事，是你们自己负责吗？民众徛伫头前翕相，听到有人为了看歌车，无顾安全爬起伫顶悬，拢感觉伤吓。官府表示，这个红色的装置艺术叫做藤晶体，是当初大藤滨东厂改建做冠冕公园特别做的大型艺术品。民众黑白白行为已经违反公园管理治理条例，除了处罚以外，卖追究责任。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县府是可以处6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那如果还造成了我们设备设施的一个毁损状况的话，县府会视现场的情况厘清以及开罚。今年屏东顶节一直到3月初8，伫冠冕公园拢有各种的花灯通欣赏。官府强调，公园平常时拢有保全，后续除了会加强这区的巡逻以外，嘛会针对民众的建议，选择较隐蔽的所在设告示，提醒民众袂使黑白爬。记者郭明哲、柯家祖、柯超阳，屏东采访报道。日本的群魔歌丁要来到咱台湾2020年的灯会啊！文化总会甲家己县府呢是邀请到日本的师傅来到台湾，创作配天宫妈祖的歌丁。一年一届日本清心群魔节是日本东北地区热天8月份的代表祭典。今年文化总会特别邀请日本有名的群魔师来台湾，参加今年3月份家己县举办的台湾灯会。群魔师团队拢总8个人，准备打造一个专属配天宫、普加玛、千顺将軍、虎爺公台湾版本的群魔歌丁。日本ではあまり神様の信仰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薄いって言いますか、あまり信仰深くないんですけど、台湾におきましてはほぼマーズ様一択で、信仰心がとても厚くてですね。深深群魔是一款以插头、铁线和纸等材料手工做的大型高压灯，历史上上久会当对1700年代讲起，是日本东北3大祭典之一。逐档的祭典期间，拢会吸引将近250万人参加，而且这届是群魔师让25年搁伫海外制作大型的群魔高压灯，背后有真深的意义。今年也是311日本东北大地震15周年，今年的灯会。刚好就落在311这个时间点，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用光点亮象征跨国友谊的睡魔灯笼。这届活动嘛邀请家己县在地学校和群魔团队做伙游行，文化总会毋望会当透过游行高压灯，伫今年台湾灯会，和台湾和日本伫咧文化历史上有更较深的交流。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互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下降。明仔载因为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偏冷，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冷。
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